了道归家去，转到三阳理乐尊。吾皇赐令记下生，收服能言归正中。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。因而忏常时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。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，持念3遍神毁怕。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寻路径。念起真言归佛令，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10叩，叩再叩3叩4叩，叩6叩7叩8叩9叩10叩首。恭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。西瓜。Hello。不要看讲话，人家在念的，你不要吵。简经理，您要导读吗？好啊，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跟弥勒救苦真经各3遍了。对，已经导读1遍了，那您再接着导读2遍就可以。从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开始哈。对。那很抱歉啊，刚刚你的台阶好，那后学就学习了，感谢你。现在后学就开始导读。Hello。简经理，请开始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第2遍。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舍利子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无明，亦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，亦无老死尽。无苦集灭道，无智亦无得，亦无所得故，菩提萨埵。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盘。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上咒，是无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。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，即说咒曰：揭谛揭谛，波罗揭谛，波罗僧揭谛，菩提萨婆诃。弥勒救苦真经第2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亲，灵宝齐如灵山地，莲花印证考三圣。若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黄桃心，天真收圆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。云雷震开雾即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亲在人天中华母，九莲圣教徽上圣。天花老母垂玉线，周延显化在谷中。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混言古册在中央。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。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执念当来弥勒经。
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。自得西来白杨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。每日自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勤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。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。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。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。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。救苦天尊来救世，经典文部接地神。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。引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。无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莲弘法显神通。择其照其遮日月，头顶森罗七宝星。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化甲兵。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。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。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。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经。吾皇敕令记下身，收服难言归正宗。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。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。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，持念3遍神鬼怕。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寻路径。念起真言归佛令，南无天元太保，阿弥陀佛10叩首。1叩，再叩3叩，4叩5叩，6叩7叩，8叩9叩，10叩首。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第3遍。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舍利子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，乃至无意识界。无无明，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，亦无老死尽。无苦集灭道，无智亦无得，亦无所得故。无体萨埵，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。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。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盘。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上咒，是无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。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，即说咒曰：揭谛揭谛，波罗揭谛，波罗僧揭谛，菩提萨婆诃。弥勒救苦真经第3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
下士不非亲，灵宝齐如灵山地，拈花印证考山胜。若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黄桃心，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。云雷震开雾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亲在人天中华母，九年圣教归上圣。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收元显化在古东。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混元古册在中央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。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。各方城隍来对号，道士灵童查得清。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。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。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。紧领36员将，五百灵官紧随跟。不住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。择旗照旗遮日月，头顶森罗七宝星。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。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。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。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。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尊。吾皇敕令即下生，收服南延归正中。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。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。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，持念3遍神鬼怕。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寻路径。念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。10叩首，1叩，再叩3叩，4叩5叩，6叩7叩，8叩9叩，10叩首。回向文。弟子简文清，请各位前贤各报自己的姓名。姓女王佩仪。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回向于徐瑞君前贤，回向于徐瑞君前贤，祈请弥勒古佛，祈请弥勒古佛，地藏古佛，地藏古佛，济公活佛，济公活佛，诸天仙佛菩萨，诸天仙佛菩萨，调解患者与他所有有情众生，了解患者与他所有有情众生，无形大德的恩怨，无形大德的恩怨，令其解冤释怀，令其解冤释怀，令其减轻病魔折磨之苦，令其减轻病魔折磨之苦，令其得以早日康复，令其得以早日康复，令其身心健康不会增长，令其身心健康不会增长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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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以上诵经功德圆满完毕，感恩各位全贤慈悲。感谢点传师今天为我们导读，各位点传师、各位领任、各位副领任、各位前贤，大家晚安。晚安。简经理晚安，很优秀的前贤们，大家晚安。谢谢。组长晚安。送经功德回向给徐瑞金前贤。坛主晚安。感恩，护前人慈悲，感恩各点传师慈悲。前贤晚安。坛主晚安，前贤们大家晚安，林爸爸晚安。晚安。感恩护前人慈悲，感恩各点传师慈悲。先见了好，拜拜。领任、副领任，各位组长、各位坛主、各位讲师、各位前贤们，大家晚安。大家晚安，王前贤晚安。王领任晚安。经理晚安前贤们晚安。